位于上海华山路的华山医院是国内运动医学领域的权威医院之一。8月31号，刘翔在这家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。从此，为了及时了解病情，刘翔的爸爸也成了这里的常客。我们后来发现呢，这个刘翔的伤病呢，超过我们想象的严重。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跟腱的末端损伤，而是一种除了跟腱末端的损伤，它还有一种腱的变性。这种腱的变性呢，在 X 光片上呢，很显然就能够看到，是有一块骨头在钙化的东西，钙化的组织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发白的东西，它在这个腱的实质里面有一个像比黄豆要大的一块东西，快要接近小拳头那么大的一块东西了。这个组织呢是一种钙化的组织，这是一种特殊的运动损伤的疾病，叫腱病。这是一个比较难治疗的一种疾病。如果在运动过程中你不去牵拉它，它没什么特别的疼痛。但是当你去牵拉达到一定量的时候，这个腱组织它就承受不住这个分量了啊。我们前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呢，它后面承受的压力，承受的拉力。那么当我们这个脚完全踩地的时候啊，那么它这个地方承受的拉力呢，身体很多的重量就承受全吃在这个脚上。可能是一个80公斤体重的人，那么当我们蹬跑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地方的重量呢就可能是10倍的增加，就可能就变成800公斤的力承受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对刘翔来说呢，我们看起来是很小的损伤，他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伤。刘翔当天的情况处在急性发作期，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去完整这个蹬腿的运动，他走路都已经瘸了。他没办法完成比赛，实事求是讲，他没办法跑，因为呢，这个是我们自己有知道的，就是说我以前也做过运动员，他没办法发力，所以人家说，假如说他再跑了慢一点，我可以这样说，他没办法跑，他没办法发力，但是他如果走到终点的话呢，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啊！人家觉得这乌龙人了，对吧？治疗方案呢，可能需要大家再继续讨论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大家一致的观点呢，都是休息，静养一段时间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休息是同一个观点呢？大家都是同样的，因为它就是由劳损引起的，所以要休息是治疗。但是这个里面有这个白的病灶、钙化的病灶，有2种观点。一种呢认为让它稳定了之后，它可能慢慢就不痛了，这么一种观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去掉。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我们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去掉有一定的风险，因为呢这个根据美国塔斯特教授的经验呢，有80%的运动员他可以恢复到从前的运动水平，也就是说还有20%左右可能回不到从前的运动水平。其实我不太接受得了开刀，对，因为人毕竟有个刀疤，它会影响伤元气，我觉得，所以说我尽量还是不要开刀。如果万不得已的话，那再议，我还没想好，没这个准备，对。位于上海新东路588号的上海田径馆，是刘翔回到上海之后每天必到的地方。为了防止体能下降，在不影响伤脚的情况下，刘翔每天都要进行适当的身体机能训练，而训练也尽量在光脚的状态下进行。运动鞋不但从43码加大到了44码，还要松开鞋带防止摩擦到跟腱。而训练之余，刘翔还能翻翻书调节一下自己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脚伤的治疗和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和奥运会前相比，刘翔现在的生活有了一点改变。过去训练结束后，刘翔总是蹬着自行车直奔宿舍，而如今训练结束后的第一站
变成了治疗室。在等